麥兜同媽媽分手之後，心情低落。有一日，佢執間房，發現有一個信封寫住時間膠囊。跟住佢掃掃啲塵，就講啦：咦，呢封嘢原來仲喺度啊！跟住佢打開個信封，裏面有2封信。第一封信寫住：麥兜，你好啊，5年後嘅你仲鍾意我嗎？麥兜就震一震，就睇第2封信啦。第2封信寫住：如果你有一日你打開呢封信，而我已經唔喺你身邊，跟住麥兜就喺度喊啦，喺度講媽媽。跟住個信就寫住：咁即係你未來嘅老婆唔係我啊，恭喜你啦！麥兜就好多問號啦。個封信繼續睇封信啦，或者代表你仲未放低，仲掛住我，就攞住呢封信去揾我啦。麥兜就呆咗啦。最後一句，封信嘅最後一句就講啦：不過如果我已經結咗婚，生咗仔，就千祈唔好搞我啦。麥兜就冇嘢講啦，就沉思咗好耐，把呢封信折返好，放返入信封，講咗句算啦。跟住麥兜喺度笑，希望5年後我再睇呢封信嘅時候，我已經放低咗啦。